是即數保持，臨戰唐朝武士，能兩者相比較，何所似？男兒重中能辨知，曾記否記去往事，逢居高處玉郎失意，坐在以後勢把鳳聲住，屠龍正是他知，可笑是八隻昂藏，朝聖論盡國事，或者當初也曾經想過，潺潺弱質能展翅。曾記否記許往事，逢居高處玉郎失意，坐在然後勢把鳳聲住，屠龍正是他知，可笑是八隻昂藏，朝聖論盡國事，或者當初也曾經想過，潺潺弱質能展翅，或者當初也曾經想過，潺潺弱質難展翅。